講返起咧，就係我喺好細個嘅時候，8歲、9歲，我就係貪食餅乾啦，就參加兒童快樂會，因為喺嗰度有故事聽啦，有遊戲啦，散咗會之後有餅乾食，有6塊餅乾食，咁我就繼續喺救世軍參加主日學、青年兵同埋進取員，一路喺救世軍裏邊成長。喺我12歲嘅時候呢，我遇到一次交通意外，嗰個情況呢，都幾危險。咁有人去通知我爸爸，咁我爸爸咧就對通知佢嘅人講：唔該你啦，你幫我照顧住以平先，我跟住就嚟。原來我爸爸咧喺嗰個時候，佢閂埋門就為我祈禱，同神講：如果你仍然咧讓我係保留我嘅女兒嘅話咧，我就將佢係一生係奉獻過俾你，服侍你。同埋咧喺救世軍嘅裏邊咧，我從來都冇諗過要離開，因為我喺做學員嘅時候就被教導 life commitment 生命嘅委身，奉獻就好似咧喺祭壇上邊被燃燒緊嘅係一根柴，燃燒緊啦，你點樣仲可以抽離呢？當初我係因為同學介紹而接觸到救世軍，開始返教會。初時只係同細佬一齊返部隊玩。以前讀書嘅時候，有時會覺得焦慮，但係慢慢我就開始感受到信靠耶和華所帶嚟嘅安心。尤其是係唱詩歌嘅時候，令我更加想了解佢，於是就加入咗救世軍青年兵啦。入營係一次非常難忘嘅經歷，除咗好玩之餘，接受咗唔同嘅挑戰。其中一個挑戰就係由繩下降，我要喺3層樓高嘅天台下降到地面。我其實有少少畏高，但我都克服到，仲玩得好開心添。另外考章嘅挑戰日令我學識咗煮嘢食，我而家識得炒蛋同埋炒菜心。返教會之後，我見證到自己不斷成長。我好感恩一路以嚟有部隊嘅導師同埋同伴嘅關懷。